新俄罗斯甲哈萨克因政府伫4月初9时已经要求赶紧撤离超过10万人，因为即马兵势拢扬起啊，主要的河即马水位是伫土地提升得上悬，当地当地做大水，出现80年来上大水灾。路拢变做溪，大水台救援船一直来回接人，已经进入紧急状态。奥伦堡州有7000栋厝户水淹，紧急撤离的居民暂时安置。 因过因对政府的应变做法真不满。Люди спят на полу. Кровати не хватает. Сказали, привезут кровати, мы вам поставим. 乌拉山被西伯利亚加哈萨克或乌拉尔河加托波尔河的流域，几落十个社区因为大量的冰洋溪水满出来做大水。当地官员讲，这2条主要河流的水位，伫几点钟久内就涨几落公尺悬，到有记录以来的上悬水位。下流的奥伦堡市水位也强要到临界水位9.3公尺。克里姆林宫讲，西伯利亚的丘门加库尔干灾情也会恶化，是西伯利亚是世界上上大的油气盆地，因那丘门也已经进入紧急状态。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нимается этими вопросами. Вот, значит, пока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. 乌拉尔河是欧洲第3长的河流，经过俄罗斯加哈萨克流入去俄国南部的里海，因为顶流的水涨真紧。顶礼拜，乌拉尔河的布华邦、乌拉尔山北以南的奥尔斯克区做大水，哈萨克的阿克莫拉地区将是水灾的重灾区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甲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通电话，目前哈萨克已经撤离超过86000人。托卡耶夫讲，这边大水恐惊是80年来上严重的疾病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